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本地在今仔日要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说防阻挡改做是影片直播。中控伊家己甲出入境列管的名单对移民署的资料库提交，已经违反着国家机密保护法。苗栗通宵阁发生石虎凤教室意外，是苗栗今年第20件石虎凤教室意外。讲到香港反送中的情形，到今是小媒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本地在今仔日要去到立法会发表上任以来第3份的施政报告，也因为民主派议员在现场抗议，报告过程互拍断2摆，也宣布要来休会。因为林郑月娥无法度在立法会宣读报告，最后也选择用影像直播来发表。这也是香港主权移交到今头一摆有特首用直播的方式来宣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去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泛民主派议员不断发言抗议，所造成会议才开始无几分钟就宣布暂停。會議現在暫停。林郑月娥登會議場繼續宣讀報告，但是講無幾句，各互泛民主派議員打斷干擾，最後主席宣布休會。第一次就押後，第2次再押後，跟住就已經完咗個會。其實根本亦都再反映一次林鄭唔敢，不單止唔敢面對市民，連面對議員去讀埋佢份施政報告，佢都不知所措，冇辦法，佢真係完全不適合再做特首。民主派議員批評，這麼緊就放棄在立法會宣讀報告，反映出特首唔敢面對議員、面對市民。建制派議員是認為，施政報告牽涉到市民未來國大黨的生活，民主派破壞機會特殊，影響的是公眾利益。無到上台報告，特首林鄭月娥直接在辯府內面翕影像直播，內容重點係在處土地和經濟發展的面向，會增加過渡性的房屋專案，回收3類私人土地來去供應厝等等的措施，但是在咧拋出政策腐敗的時陣，佫強調會堅守一國兩制，對任何鼓吹港獨、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行為，絕對袂容忍。社會各界都共同譴責暴徒嘅極端行為，支持政府嚴厲執法。雖然香港正經歷風高浪急嘅困難時期，但我相信，只要我哋準確咁緊守一國兩制原則，一定能夠走出困局。對示威者的5大訴求，林鄭月娥喺施政報告當中無一一回應，顛倒注重在房屋土地政策，並且繼續表態支持警方的執法，佫呼籲市民愛珍惜大家的城市，捍衛核心價值，做伙互香港恢復平靜。若是美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伊嘛表達遺憾，認為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官員是無理的，嘛批評外國國會烏白介入香港事務。記者綜合報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本地要在立法會宣讀上新的施政報告，不過說互民主派議員甲阻界，改用影片方式對外公布。民主派議員也批評講，林鄭月娥真做香港上界大的行政長官，說唔敢面對議會質詢，更加唔敢面對社會大眾，選擇用影片無疑是咧講，伊家己就是北京政府所操控的咖喱紅啊！提抗議標語大聲發口號，香港社會民主連線再去香港立法會來抗議，愛特首林鄭月娥落實5大訴求，而且撤回禁止合併法。今天我們過來的，最主要是5大訴求，還有我們是反對那個蒙面法。香港警察已經在立法會附近加強戒備，鐵甲車、水炮車，還有真濟台警察車是進入去香港政府的總部來準備。因為香港立法會16號會，重點就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要發布上新的施政報告，就驚講示威的民眾抗議，會來發生衝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原本要在上午公布她任內的第3次施政報告，不過遭民主派議員杯葛上台不到1分鐘，隨即下台宣布散會。最後呢是錄製了一段影片來宣達他的政策，引發民主派議員痛批他是不負責任，完全的不負責任，完全沒有這個資格當一個行政長官，可能他就是北京的一個壞女，他說什麼香港人也不會接受。
不过，有香港建制派议员认为，应该回归理性的政治对话，阻挡技术无法度解决香港的问题。这个施政报告是可以批评的，民生问题上，我觉得还是不够深入。如果说外面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解决。立法会主席刘君元表示，拜四议会正常来进行，特首林郑月娥卖出席，退回倒换条例议程会迁到后礼拜三。不过，香港民主派议员同款是讲，香港政府滥用职权，最近引用紧急法杀禁止货币法，而且有可能组建特务警察，也是有可能来处理网络的言论，认为林郑月娥应该要落台负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问题，也影响到国际。在美国时间15日天，美国联邦众议院全体议员拢同意通过着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以及着含香港徛做伙的决议案。美国总统未来逐年会列出也会制裁危害香港人权的人士。中国外交部也调加当地，表达强烈的愤慨和反对，也会对美国做出这项决定来做反制。If America does no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 then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强调美国会继续为人权发声。美国联邦众议院15日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香港人权的相关法案，包括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以及第543号决议案。Despite the 1997 Sino-British Agreement, leaders in Beijing continued their high-intensity political pressure campaign to subdue dissent within Hong Kong, which has emboldened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stand up against Beijing, but more for freedom. 众议办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总统伫咧法案通过的180天内，以冻结资产、撤销签证等方式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人。国务卿每年嘛就爱甲国会报告，评估香港是毋是享有和中国不同款的特殊待遇。保护香港法案是禁止企业甲港府出口军火、防卫服务技术，一直到总统会当认证港警过去这一档无严重侵犯人权，而且相关的记录拢有独立调查处理。那是第543号决议案，是承认香港甲美国双边事务，并且支持市民有抗议示威权。面对法案通过，港府回应保障人权甲自由是特区政府的责任。对过去这几个月有示威演变做暴力违法事件，警方一直拢真控制、严格执法。中共外交部更加声明，表达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对于美方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为，我们会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反制，坚决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共外交部指出，美国众议院无顾事实，将香港的严重犯罪行为讲是人权甲民主是双重标准。对这项草案决定，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反制，并且强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不用阮外部势力来干预。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看转来到咱台湾，立法院在5月三读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所发生中区院家己加5700名立管人员对移民署的涉密人员出入境电脑资料库当中来甲提调，也引起真大争议。面对着这款争议，国防部的部长兼德发今日到立法院来质询，强调会检讨也会依法来管制。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早起质询真明烈，因为立法院5月三读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确实团出改制为行政法人的中科院，家己甲立管人员对移民署的涉密人员出入境电脑资料库内底甲移除，敢若依照来规管制，引来民进党立委一直拷问国防部长严德发。中科院虽然是一个所谓行政法人，可它的涉密程度不亚于国防部很多人。是，所以在未来的一定要列管。根据民进党立委提供的资料显示，新法通过了后，5月到9月，中科院甲大约5700名立管人员对移民署电脑资料库甲移出。移民署追查期间有302人出境，中科院统计有413人出境。移民署掌握有3人到柬埔寨，中科院却是掌握2人。而移民署掌握15个人到香港，中科院这方面却是拢无掌握到。这15人的香港的部分，它到底是转机，还是停留在香港？
还是有没有进去中国？我们也追究事实的责任，包含通知中科院把3年变成5年，要做配合国民法的责任要做调整。按地法讲，国防部若是甲伪造、伪收，也是科研案交予中科院处理，所有的专案人员拢要由中科院协助审查，未来也一直来调整。立法委会强调，亲像是海基会、这财团法人基金会，即便是牵涉到政府的机密业务，拢应该列管。何况是官方色彩真高的行政法人一部分。涉密的这些同仁也是有纳入我们的涉密人员接受我们附录的这个管制，更不要说你讲的行政法人了。所以政府公务人员以及相关的所属机关，只要涉及到政府机密业务，都应该列入为涉密人员做好这些管理机制。立委会也强调，各机关拢有内控机制，依照业务性质来辨识人员的涉密程度。新法5月通过，各机关都好用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认定相关人员的涉密程度，和管理机制更加完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市长韩国瑜要开始请假3个月拼选战，那也爱总统蔡英文同款请假。蔡总统在今仔日也批评讲收过函。也强调讲，总统是国家核心，而且韩国瑜做市长无够1年，就要选另外一项是错误的代志。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今仔日也参加美国挺蔡英文连任的造势大会，演说的时阵挺蔡英文，因也讲到蔡赖配，伊是无来正面回应。去中华的公庙参拜，含乡亲亲近，总统蔡英文亲入地方，国去拄则由着转拿执政的中华关抢攻选票。对手韩国瑜昨日开始请假3个月拼选战，那赢阁画出蔡英文应该比较办理，和蔡总统批评讲伤寒。其实就是一件错的事情了哈。那现在还要叫一个现任的总统请假，更是荒谬哈。总统是一个国家运作的核心那如果总统请3个月的假的话，那这个国家将会面临一个停顿的状态。若是韩国瑜邀请蔡英文辩论两岸议题，19个开直播以阿拉丁神话，用心顶精灵和手机精灵来比喻两岸和外交的现况。蔡英文认为两岸议题真严肃，韩国瑜的比喻无妥当。我觉得两岸的议题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这个神灯跟精灵，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比喻我们最期待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如果做总统的话，他会有决心来保卫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权，来保卫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蔡英文国内炮打对手，洪城中卫副处人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去美国参加挺蔡英文连任海外造势，佮由蔡英文竞选团队协助，伫小英发言人的面前直播，互人联想到蔡赖甲。赖清德演讲的时是话讲全力支持蔡英文连任。民进党的政府活力搁生出来。小英变2.0，快来美国助选，这是民主的必然呐，嘛是责任的所在，你讲是不是？参搭不搭配，参任何职务完完全全无关系。蔡老陪有影，蔡英文功夫手嘛是迄句，伫上好的时间提出上好的组合。对国际货币基金下修台湾经济成长率到2%，蔡英文强调，台湾嘛是稳定成长，尤其台商等台湾投资，嘛是亚洲数小量表现上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在今仔日要开始请假3个月，代表国民党拼总统大选，在透早的头一站，特别到台湾上界南边的高原片来出发。强调讲会甲基层民众徛做伙，也因为请假防攻击，伊也认为讲总统蔡英文也爱请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请假拼大选，听基层声音的第一站选择到台湾上南边的乌兰皮来出发，来参拜当地土地公庙，地方嘛准备包啊甲粽，要来祝福伊顺利当选。2020年竞选的第1个行程，意义重大，代表我们韩国瑜及团队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基层庶民的路线。强调讲行程的安尼安排是要甲基层徛做伙，嘛希望讲透过家己的行程，互垦丁加一寡观光的人次，而且伊嘛安排观光座谈，要来听地方的心声。现场民俗的业者大声话讲，希望中国的旅客来。我们要陆客，对不对？南台湾将近有600-700万的人，
600-700万的人到现在没有一个国际机场，现代化的国际机场还没有，这简直在开玩笑。韩国如讲南部是还未精神的经济重点，应该要有一座国际级的机场来带动。啊，毋过除了交通以外，佫需要真济行销台湾观光去国际的方法。不离个伫咧德电受机落对客家后晚会时阵，有反对韩国路的民众去抗议，啊，毋过韩国路嘛是真有风度的一手介阿写字，就代嘛强调讲中华民国是客家乡亲创立的，希望讲客家乡亲免利用投票来守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客家乡亲孙中山先生创立，客家乡亲有绝对的责任跟义务来保护中华民国，好不好？选战行程的第一天就经伫咧屏东，这一向拢是互当作是历夜的票仓。韩国路一困头就排10个行程，嘛一路提早10分钟到20分钟到现场，要改变过去常常迟到的形象。针对家己请假了后去受到真济批评，伊认为总统出门嘛应该爱请假。完全在平等的状态之下进行一场君子之争，所以我建议他请假。事实上，他每天也在跑选举，虽然是身为总统，他主要的重心全部在选举。韩国路嘛向蔡英文来呛声，双方拢唔通使用国家资源，等来到上元署的政见辩论，进行一场单纯的君主之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张德荣，头早拄落任，下晡就随去做民众党的秘书长。郭本地搁找亲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黄珊珊来接副市长。另外，郭本地也针对着高雄市长韩国瑜未请假3个月，甲韩国瑜考试。张德荣早起才拄台北市府秘书长的位来退休，下晡就请民众党的假接当秘书长的职位。要来斗3工，民众党布局明年的立委选举。台北市政府的市政顾问蔡碧如特别请假陪伊来参观真简单的党部，佮叫郭文铁讲是政党的传奇。台湾政治上的传奇了哦，从来没有公务员去当秘书长，党的秘书长。其实市政府的秘书长是当管家伯了。那同样在党里面大概也是这个角色了，后勤做好了，让选举人都能够选得上，那主席也做得很愉快。伫咧市府秘书长的交接仪式，郭文铁佮找亲民党台北市议员黄宣宣来接副市长。台北市政府有一个新的气象，啊，毋过郭文铁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3个月，虽是讲真新鲜，啊，毋过共款是借口倒写，佮甲过去李秀莲甲朱立伦请假的咧拢搬出来。当要放假，我是很羡慕的嘛。我每天7点半，他要坐在这里开会，要替高雄那一把能干的。那这个大会照例，大概这3个月就停摆了。坦白讲，朱立伦一开始也不是很想选的，他也是被搞到换住，你看，有时候。坦白讲哦，这些都不是正常国家该有的现象。郭文铁找黄宣宣来做台北市的副市长，那就是换一个方式，甲局赢的大众抢过来。传出共同主席宋楚瑜因为这个代志真不满，不离个唔让黄宣宣。台北市议员林国成嘛确定会退出亲民党，虽然林国成强调讲退党甲郭文铁无关系，所以嘛讲有考虑的入去民众党无分区的立委名单。要转做官家军的意思真重。伫咧民众党公布第2波区的立委名单，真侪拢是哪力出来的。郭文铁无好认，嘛强调讲会找少年人家己来训练。这个是别人介绍来的。那我们甄选过后，我们也觉得说他们有一些想法跟理念，跟我们大概都还蛮合的。张铁荣是讲应该有第3波的区域名单，啊，毋过时间还未确定。啊，若是大家真关心的过关10月20要伫高雄活动，是宣布2个人袂做伙同台。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苗栗通霄第1线路段，15暗时佫发生一只石虎，也就是山鸟蛙死在路中。苗栗县农业处也随派人去处理，初步认定这只公的石虎是过车路时阵互咬死的。这也在今年是苗栗县发生第20只石虎互咬死意外。又搁一只石虎互车撞到，这个是伫苗栗通霄通湾里的第1线上829公里的路段。苗栗县农业处接到通报了后，随派员。虽然通霄是石虎的栖息地，但是这个路段过去毋捌有挡到石虎的记录。石虎路杀的那个位置大概是在那个道路的中线。通霄这个地区是石虎的栖地，那其实通霄的任何路段都有可能发生路杀。
15被发现的石虎，初步研判是一只成年的石虎公，除了年度动物园进行基因保存，死亡个体嘛交予特生中心研究利用。对今年1月到10月10日为止，这已经是苗栗关境内第19件、第20只石虎落杀，是历年来的上悬。7月11、15至16，一礼拜内3件落杀；8月21到22，2天3只死亡，其中1件是母仔囝，伫咧待13架，造桥往苗栗路段，双双无命。针对这点，苗栗石虎保护团体指出，道路设计造成石虎和车弄死，但是创下新冠的原因，佫需要佫较侪数字和调查。跟前几年的平均值比起来，它今年确实增加了可能快1倍。溪流跟浅山对这个道路切割的问题是比较需要关注的。目前苗栗石虎落杀的热区主要是苗140、苗29和苗52管道、探过溪流和青山过渡带，其中以苗140今年已经6件的落杀数量上侪。苗128管道、3期到通宵段，切过石虎的栖息地，这一寡落杀的热点，除了路宽骨折、道路转弯，也是路面关系差，拢是原因。苗栗关东业处除了协同道路主管单位和林务局设动道，提起用路人减速的交通措施，嘛提供保育通报领奖金，希望会当想办法补救，大大减少当时石虎的频率。记者综合报道。彰化渔民等买30吨的彰化鱼港，虽然讲已经开始动工啊，不过经费不足，完工的时间是一再前后。彰化县政府也提出讲，要甲鱼港4成的面积改做是离岸风电的运作基地。下晡也在环保署来审查，不过地方渔会上界希望的就是鱼港赶紧来完成。伫彰化有一部分的渔民要出海作业是特别麻烦，听伫咧阮啊，也是轮尾湾渔港的船必须要等大楼才会当出海。地方一直毋望讲彰化渔港会当启用，啊，毋过资金无入来，完工的日子就一直前。即马开发单位彰化县政府规划，要甲完成计划，差不多是21.7公顷的面积，该换做离岸风电的运维基地。相关的一个作业性质是相对单纯的，未来只会提供呢中小型工作船的一个停泊的进出。渔民是安怎同意甲4成的面积来做别项使用？因为伊希望彰化县政府会当互因搁较侪资金，互5万要30吨的彰化渔港较早完工。若无真正是真无利便。离那个外海那么远所以说你没有彰化渔港，他们还要多跑了5-6公里以上，浪费我们这个整个油料。不离个开发单位委托的顾问公司指出，当在进行施工的基地未增加污染排放，还佫营运了后，有渔船工作船所未增加非法性的有机物的排放，嘛拢去互环评委员来吐槽。完全无有机排放，我说好嘛，那如果这样你就把它纳入承诺嘛，对不对？那你这次变成说是固定污染源，不要玩这种文字游戏了哈。这个老实讲一句话，就是真的是睁眼说瞎话嘛。下晡，这个案件伫咧环保署进行环评初审，开发单位强调讲，这个案件是为着要配合政府风力发电政策推送，希望讲会当顺利过关。啊，毋过专案小组决议保证了，再过来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食平台外送员发生死亡的车祸了后，各界也开始检讨相关的问题。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有要到7成的外送员，把外送当作是专职的头路。不管是毋是爱算是雇佣关系，捌做过外送员的民众认为讲，重要的是爱有防卫驾驶的意识。另外，公平会也讲，早就伫9月开始调查国内美食外送平台业者敢有违法的竞争行为。26岁翁先生捌做过外送平台的外送员，过去伫个三维街道中发生过小车祸，加载无要紧，因为外送员就算纳入制度内有路健保，也是需要保障。不过也外送员讲，当初签约的时阵就已经知影讲是这种工作形态咯。承揽，因为毕竟就是还是维持现在的状态，那大家真的传说中的10万块才有办法达到。选择这份工作的话，就已经知道它的内容。那也不会去很执着说一定是要求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些平台要负起应该的责任。根据人力银行的资料库显示，近5年来捌做过外送平台外送员的有300位求职会员，结果发现将近7成将外送员工作当作正式工作，每个月收入上悬有18万，上加只有2万。即阵这外送员大部分是承揽制，毋若无路健保，发生职业灾害，公司也无责任。即阵出现到底是承揽关系，也是头家辛劳中间的关系，是因为外送员会用自由接单，也是不爱接，也无法限制，只能为某一间外送平台招单。劳基法增订一个条款，
把那个认定标准定出来，让这个目前平台业者跟政府各有争论的情况能够稍微消弭。伫劳动部认定副偏达 Uber Eats 假承揽真正人要求改善了后，公平会也证实，早伫9月就立案调查国内美食外送平台业者是不是违反竞争行为。是有人说他有人免运费啊，什么又打折啊，他有没有跟我们公平法相关的用一些什么低价策略，有没有导致不公平竞争？是有人检举了。根据公平会掌握的资料，美食外送平台国内有12间，其中规模较大有5间，已经陆续约谈业者说明，会伫掌握事实状况了后，就做判断是不是开设公平交易法。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也作出裁决，伊也认定中营航空伫空服员罢工进前发布内部的公告，也写讲，若阵发生罢工，致使公司利润大波，甚至是了钱，会暂停年尾奖金加年度调薪水，也会暂停所有员工加家属的优待机票，违反着劳工法第35条不当劳动行为。另外，中营也伫罢工投票口采摄影机来录影，这也是不当的劳动行为，相关会当罚因15万。通知空服员这个工会伫长营空服员罢工前甲罢工的时阵，对长营航空提起罪责不当劳动行为裁决案。裁决委员会9月27所做头一裁决是长营航空5月8号所发布的内部公告，也搁伫投票口设置录影机专程录影，拢构成不当的劳动行为。将员工的机票在罢工首日要取消这件事情我们认定具有不当劳动行为，释放摄影机或工会活动有影响跟妨碍。裁决会指出，公告讲到，若是发生罢工，造成公司的利润大幅下降，甚至了钱，会暂停年终奖金甲年度调薪，算事实说明较无争议。也搁暂停优惠机票，选伫罢工前公告，也设定3年时间，想要破坏工会行动。对着这裁决，桃园空服员工会肯定劳动部将有认定是长营航空违法，不过遗憾的是，无法度马上判定爱归还机票。交由劳资双方进行协商。那我们认为这个判断是非常的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的状况是长荣航空非常的强硬拒绝跟工会协商。被裁决违反工会法，会互罚总共6到30万块罚款，是不是搁再提起行政诉愿？长营航空讲，但受到裁决书这个建议，确实对裁决进程工会动作真多，感觉遗憾。我们看到工会又用了很多这个，包括静坐啦、抗议啦，包括找立委很多立委来这个帮忙施压的这样一个状况啦。其实我们对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是深表遗憾。因为裁决会要求劳资搁再协商恢复优待机票，进前劳资已经进行4摆协商，工会却是讲第5摆协商做着拒绝。长营航空回应一直有提出渐进式的恢复方案，维持开放继续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真。宏泰哈基比斯虽然已经离开日本，不过也造成真大伤害。根据着日本 NHK 资料，讲这个死亡人数已经到70多人，超过220人来受伤，10多人来失踪。日本全国有55条的河川，79位的所在是暴旱放弃，也尚无有13000间田园厝地拢是浸伫水里。好多关牛洲顶的灾民，伫志工协助下慢慢伫摒扫下去避风台侵袭期间，做大水时所留落来特别敢若山的粪扫。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统计，有超过70人的往生者内底，以福岛县的27人上多。8年外前的311大地震甲海啸，到后来福岛核电厂的灾变，互真侪福岛县民众也伫真拍拼要行出这个阴影。即阵伊阁遭到一个下去避風台侵袭，灾民除了目屎耳吞落以外，也只好一點一滴慢慢来收拾殘局咯。忘れた頃にやってくるっていうけど、本当ですね。まさかと思いますね。ショックです。立ち直られるかどうかわかりません。本当に。下起避風台侵襲日本期間，帶來超大豪雨，造成真濟河川的水漲起來，水庫被逼來放水。對東京大都會五點川到偏遠山區的長野縣千曲川，4個攏做大水。無論是造價真貴的新幹線列車，也是山內正做人弄車甲徛街，甚至是偏遠鄉鎮的政府機關的房舍，全部攏是淹了了。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也透过官方媒体发布真侪张的相片，上界野目的就是伊骑着马上北韩的圣山，也就是白头山，也就是中白山。金正恩也同款对美国表示真愤怒，也批评美国甲北韩的经济制裁。伫咧规片拢白色山顶，一个人骑马，你无看唔到，伊就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北韩国营媒体朝中社发布一连串金正恩的视察相片，伊爬起伫北韩抗日革命圣山白头山。不了引导的姿势背后，充满政治的意思，除了凸显伊伫国内声信不可动摇的地位。报道讲到，爱强行的东盘坚信革命的脚步，展开一场雄伟的作战，一切敢若是向准美国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今年2月伫越南川金议会谈判破局，了后都无实质的进展。这个月初，美国甲北韩的代表又搁伫瑞典斯德哥尔摩进行非核化工作层级磋商，但是最后嘛宣告破局。 이번 협상이 아무런 결과물도 도출해내지 못하고 결렬된 것은 전적으로 미국이 구태의연한 입장과 태도를 버리지 못한 데 있습니다. 除了骑马，金正恩嘛有视察白头山辖区3D 郡新起的设施，佮表示，就算敌对势力继续制裁，但是人民已经有危险，佮较坚强，赢得胜利，最后嘛是会当自立自强，重建经济。伊嘛点名美国带头的敌对势力带给因的痛苦，早就化作愤怒。过去金正恩也爬去白头山，往往破碎重大的政治操作，这届佮大动作发布去山顶骑马的相片，后续动作嘛值得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荷兰的警方伫15发现一间农舍的地下室，有带一口罩是7个人，而且因9年拢无对外接触。其中有一名58岁查甫人，甲这6个囡仔是无血缘关系。根据因的讲法是讲伫等待世界末日，毋过详细原因还要调查。 这桩离奇案件发生在荷兰东北方德伦省一个人口大约4000人的小村庄卢纳沃德。荷兰警方15在当地一间农舍客厅的柜仔后壁，发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伫地下室发现甲世界已经隔绝9年的7名家庭成员，这个情形敢若亲像电影情节。 De mensen in de woning, wat zij daar precies deden, dat maakt deel uit van ons onderzoek. Wij hebben ook nog heel veel vragen waarop wij geen antwoord hebben. Dus ons onderzoek is ook in volle gang. 综合外电报道，一个表情看起来戆戆、长头毛、衫裤破旧的查甫人，大约10天前到镇上的酒吧，讲伊家己今年25岁，已经有9年无加过头毛，也无离开厝内底。厝内底也有其他兄弟姊妹，因想要结束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外界协助。于是酒吧头家赶紧报警。警方15到农舍了后，竟然在地下室内底发现这一家7个人。英国卫报指出，一个叫做乔瑟夫的58岁查甫人，因为拒绝甲警方合作，当场互抓起来。 其他6名18到25岁少年人也被送往病院来进行健康检查。初步调查发现，乔瑟夫根本不是这个囡仔的老爸，因选择甲世界隔离9年，是伫等待世界末日。而因的厝边，伫这个案件爆出来进前，拢一直以为讲只有乔瑟夫一个人做下这座农舍，家己伫生活利益。 Wij wonen er helemaal niet zo ver vandaan. Dus we dachten altijd dat er één meneer woonde en dat hij de boel wat aan het opknappen was en zo. We wisten er totaal niets van. Mensen zitten daar bij hem voor het huis te vissen. Er loopt een wandelpad op een paar meter van het huis. Had er iemand iets kunnen doen, een praatje maken? Als je nooit iemand ziet. Niet bij ons, denk ik. Maar het is wel zo. 荷兰媒体讲，这个人敢若想靠着所种的青菜水果，也有家己饲的鸡鸭来生活。厝头家也讲，对着厝骹的生活拢毋知影。部分的厝边也讲，乔瑟夫敢若像是一个讲着德语的奥地利的人，做人处事真小心细腻，定定摕着望远镜伫看农舍周围的情形。警方甚至怀疑，乔瑟夫的家后可能已经过身，而且就待伫农舍附近。也国议员充满真侪疑点，也要求警方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咱知影讲，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不过，咱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华也出席到美国智库所举办的中国国防及安全会议。陈文华表示讲，美国利用 YouTube 散播假消息，佮透过亲中媒体甲网红伫面册顶顶一再来放杀，建议台美会当做伙来合作打击假消息。
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甚至讲操作资讯战，想要介入咱国选举，国安局副局长陈文环去美国访问，出席中国国防和安全会议。在演说当中，明确指出，北京利用 YouTube 影片散布假消息，佮透过亲中媒体和网情人物，在面册顶网络平台针对台湾拍文宣战。While China's effort to sway Taiwan's public opinion, it has failed to undermine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陈文环表示，台湾伫假消息即时战区，为着要防止中国资讯战进一步洗脑，除了要和理念相歪的国家做下区域联名，嘛建议台美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做伙对抗假消息。The U.S.-Taiwan could consider signing a joint MOU on combating disinformation. 美国对陈文环的提议无给做评论，顶多是中国各台办针对拿着不断竞争的亡国感，虽然关议题，认为是蔡政府挑工的炒作话题。这个芒果干流淌着绿色的血液啊，是一杯镇毒酒。若是香港实施禁和平法，引起各国批评，各台办是强调禁和平法合法、合理、合情，对止暴制乱有利。各批评蔡政府借势趁政治私利。若是有中国期待台湾观光所破坏台联络墙，互人赶出境，卖晓讲颠倒点名蔡政府在鼓吹港独和支持违法暴力活动。在台湾校园内啊，公然鼓吹台独和支持违法暴力活动啊，必然遭到所有关心香港、爱护香港的中华儿女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示威，台湾真侪学校也发起连儂墙，甲香港声援。其中在新竹的清华大学，顶个月发生连儂墙防迫害，学生会报警了后，发现讲是校内中国籍细老的查某学生所作所为，也在依照着毁损罪，今仔日开庭审理。另外，文化大学的事件虽然学生双方达成和解，不过受伤的香港学生却认为中国学生该会失的内容实在是真无诚意。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清大连儂墙顶个月起互迫害是细老的中国学生所做，已经甲伊抓起来上班。16早起进行开庭。根据了解，虽讲这查某囡仔讲伫连儂墙面顶，只是反送中的海报甲标语写甲伤过头，才会生气甲伊理掉。不离个细老的学生却临时请假无出庭。清大学生会的学生经过讨论了后，决定讲这件代志一定要提告。当你享有言论自由，并不代表你可以破坏别人的言论自由。而思强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影响了连儂墙设立的目的，也对于那些希望对人权、自由、民主发声的同学造成了不可回复的伤害。另外，进前文化大学嘛传出讲香港学生去中国学生使用暴力，致使伊受伤。虽讲目前双方伫法庭已经达成和解，中国学生嘛虽刊回失的声明，不过受伤的学生也是认为对伊的内容看不出伊的诚意。是这一封道歉信，我相信大家都觉得他没有诚意。虽然这是法庭上要求的字眼，可是我觉得中国的学生他要做的道歉其实不止如此。那我会希望在接下来的损毁罪，我们也会有另外一个司法程序。这个道歉我们已经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那态度跟正式的公开道歉信不应该如此的敷衍。文化大学学生会是搁一再强调讲，伫咧中华民国台湾的这片土地面顶，各方拢有表达诉求的权利，不过绝对反对暴力，嘛呼吁大家用理性的方式来发表言论。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警消人员。根据着阳明大学上新的研究发现，警察加消防人员是高压族群。3顿各部正常，平均100人内面有7个人得到胃溃疡。另外，消防人员也因为直接去拍火，着肺癌的风险比一般人是较悬出16%。警察是较容易得到心血管的疾病。消防员冲第一线火场救人拍火，工作环境危险性高，出生入死压力真大。国内上新的研究发现，警消人员是高压力族群，平均100个人当中，有7个人得胃溃疡。不健康的行为的话，不管是饮酒啦、抽烟啦，或者吃槟榔的话，通常他的这个胃溃疡的比例也是偏高。阳明大学研究团队问卷调查，国内5万多名警察和消防人员，结果发现，警消年满45岁，高中学历、离婚也是
另外一半往生有食酒甲槟榔的习惯的人，得到胃溃疡比例偏悬。若是有明显职业亚性感，也是工会上较少得到支持甲肯定的人，得到胃溃疡的几率佫会提悬92%。另外，调查佫发现，消防员得到肺癌的风险是比一般人悬出16%。因为在火场的一个环境，有一些是化学物质的燃烧，有些部分则是因为建材的一个燃烧，在火场的一个暴露时间越长，再加上随着工作时间的越长，没有好好去保护他的呼吸道，的确致癌的风险会相对增加。医师表示，消防员出入会场虽然讲有戴护具，但是当其使到有害的物质，鼻仔过敏的比例嘛比一般人较悬。若是警察是定定无明，食是无正常的问题，煞造成心血管疾病较侪，所以建议警消人员应该要定期做肺功能、气管镜和电脑断层的检查等等，才会当为家己的健康把关。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国内发生头一桩因为 HPV 预防针引起身体免疫疾病案例，经过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部分胜诉了后，有愈来愈侪痛痛查某囡仔出面来指控，也已经有8个案例了。透早妇女团体甲立委也做伙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看重这个问题。伫无啊挂嘴暗的是佩妮妈妈，伊读高中1年的查某囝，伫今年5月份注第2剂人类淋巴病毒疫苗，就是人讲的 HPV 疫苗了后，身体真侪所在关节拢开始痛，打开始叫是生长痛，还是讲运动伤害，走真侪间病院诊所了后，落尾才确诊是幼年型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必须要一世人食药啊。甚至医生都跟我说，有可能是运动过度、成长痛，叫我不要担心。可是，身为一个父母，你想你的小孩子没有法走路，这种事情谁会不担心呢？同款嘛是做 HPV 疫苗了后出现不良反应的，还佫有4例。伊的妈妈讲，查某囝原本是真够运动的囡仔，嘛无相关的病史，毋过即马逐工需要食9粒美国仙丹的药才会当来止痛，互做爸母的是真心痛。原本他是跑步、跳远的田径选手，他代表学校参加比赛都有不错的成绩。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落差非常大。那让为人父母的我们其实是非常难以接受。今年4月份，国内第一件若像是 HPV 疫苗引起自体免疫疾病，本来案例经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部分胜诉了后，有愈来愈侪会听的查某囡仔徛出来，累计已经有8个案。妇女团体甲立委呼吁政府应该要注重这个问题，而且卫生局发予家长的注射说明书，嘛应该要有不良反应的通知甲提醒。即便很安全的疫苗，仍然会有不良反应，而政府必须要建立这种救济制度。我承诺，我会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来检视这个说明书。那应该正确的讯息揭露，我一定会做到。对这个代志，国检署强调讲，会修改 HPV 注射说明书，提醒家长来注意。另外，嘛会启动 HPV 不良反应的通报专线，提供家长资讯甲服务。最近嘛会针对这寡不良反应的个案，启动本土性的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心心障碍者常常因为工作场所无够优先，真歹有发挥的空间。也为着这心心障碍者的囡仔有实习甲工读机会，台北有一间企业做一个单炉下晡茶，招民众来食茶、食点心，互因有工作机会，提早来适应社会。在舞台顶，当4种的囡仔分头比亚演奏正优美的歌曲。这是您的鹤岛咖啡。在舞台下有一阵心智障碍的囡仔做服务生，替大家捧茶、送点心。为着这场下午茶，因在学校传2个月过，一直练习，因为这拢考验因的记忆、体力，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从客人身上得到的回馈，他们其实回去都会写在他们的日记上，就是说，我觉得我好适合外场服务，然后客人说我今天表现得很棒。无因为身体或者是心理上的限制，怎去影响学习的心情？因把握每一个展现家己，也有专业的机会，为着提供这阵囡仔优胜的空间，有企业打造一个，互因有实际和人互动、甲做工课的机会。起心动念啊，就是希望创造更好。因为大家拢知影，咱台湾是一个充满大爱的宝岛，大家拢真厚道，所以咱会当有这个所在，互跩囡仔来遮表演，来因来遮服务，
爸爸妈妈嘛足欢喜呢。替活动合作单路，就是希望这定由心心障碍囡仔所提供的服务，会使和社会有更较侪连结，互相熟悉，陪伴因开创一条更较丰富的人生路。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开10多年的时间，目前已经成功复育大约50公顷6个人工的湿地，其中红树林湿地公园成果是上界好。近期也要来开放给民众做生态旅游，让大家来当了解讲大自然就是上好的教室。一大阵过冬者就安尼飞过去，也阁有车紧入的海茄冬，以及捌消失过的蓝里等等的食物，丰富的生物样态是大平湾才有的特色。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这几年真骨力伫咧复育湿地，即阵有6个湿地复育了真好。我目前有6个人工湿地，大概面积50公顷左右。我们可以说，台湾看得到的红树林这边全部都看得到，台湾看不到的这边也看得到这样子。所以这边的富裕是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它的一个物种的多样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红树林复育湿地公园就伫咧大平湾的西边，伫咧跨海大桥下骹，差不多占地2.5公顷，有真侪台湾代表性的红树科食物，也开放给民众做深度的旅游体验。这个红树林生态区，怎真做是大人甲囡仔拢真介意的自然教室。其实这边又有红树林啊，然后这边的环境也很安全啊，所以其实对小孩来讲还蛮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这是一个很大自然、很直接的身体力行的教育，好像比在看那个教科书的效果还要好。经过10多年的复育，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希望未来会使结合国内旅游，也阁有毕业旅行，开放更较侪多元而且丰富的导览行程，提升地方的生态旅游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南西社区对今年初开始用无毒的方式来种粉植，因也家己来加工，用粉植所生产出来的太白粉，因为产量少、品质赞，当然价销也会较悬。也希望会当发做社区的产业，替社区的农民甲回乡的少年囡仔找到新出路。一片1加6分的田面顶拢种粉植，这是台南市南西社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讲，大面积用无毒的农法来种粉植，再搁加工制造天然的太白粉，希望发展社区的产业，为社区找资源。这个物件是社区一直用管个自然农法吼，完全无用农药。南西遮的迄个长者一直渐渐认为紧济石头山坪嘛无走种啊。如果这物件来向推广的开了，互咱这迄个做事人吼，会当较轻松来做事吼。搁一点来讲，会互咱这年轻人吼回流搁再增加吼。今年1月开始种植，已经8个多月，按算年底要采收。种植的过程克服种种的困难，伊希望会当研究出大面积种植的流程，加上机械生产太白粉的技术，互这项产业伫咧社区定根，为做事人嘛为转来家乡的少年人找出路。较早因为量不多，拢一直这物件一直都无在机械化生产迄个淀粉。即马社区已经开始研发迄个机器化的设备，已经研发出来啊。所以你明年到这物件出来了，社区就会当用机械来生产这淀粉。有的太白粉毋是天然的，变讲伊是天然的原料，佮加别项物件，变讲安尼较有做出来量较会济，较做起来成本较会俗。咱做粉质用做粉的时阵是真正是粉质牵塑料磨粉，所以伊的成本较悬。就较天然啊！粉质磨做天然的太白粉，量少价销都悬，嘛因为安尼较歹拍开市场。来使对着近期天然健康的食食风潮，粉质嘛有可能会伫咧竞争的市场当中开出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有一群少年人回到故乡，希望用着简单的生活，也会当照顾年老的爸母。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用暗时10点，做伙来看少年做田人的青春美梦。德山有一群人以共好为目标，成立乐山小农，组织有共同信念的少年人，做伙透过友善的种植方式，让大家食到会安心以外，可以当保护土地。雷蒙是袂真歹种啦，但是问题是伊嘛是热天的水果，所以讲热天咱补一出来，其实雷蒙就帮盘。阮即种的佫是无全药来做药膳的，啊，你看长顶拢到遐，
真辛苦啦，啊，就是做着嘛，无法度。厝内三代伫国城正起白的奶乳，自细汉就爱到产林种植，为着要照顾厝内所以食事去读土壤环境科学，回来家乡，伊将所学到的知识用伫咧做有机。嘛是爱像咱进前安尼做迄安尼有，就是迄硼砂嘛，黄豆粉，啊，搁有糖，啊去搅，到遐会半暝甲等于去饲伊的蚁后嘛，蚁后死去了，甲规定甲会减少。回来故乡3年的有生，过去伫电视台上班，为着趁钱无闲甲无眠无日，伫咧身体无法度负担的时阵，想到厝内阁有一块爬远真久的地。北部年会嘛较有啊，拄啊赶一波政府推倡的青年返乡的迄潮流啊，就搭那个顺风车总要转来，啊想知影转来了哇，无想的遮简单啊。大家伫回乡这条路有共同的目标甲理想，不管未来有偌困难，拢希望家乡的农业会当永续发展，行好久久长长。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太空总署 NASA 15日公布讲，2024年要重新登到月球，会用新型的太空衫，比起阿波罗任务时代太空衫，搁较下输，也搁较会当春久，互太空人行伫月球，袂输亲像普通行路共款。NASA 15日华府总部召开记者会，对外展示2024年重回月球任务太空人所要穿的原版6号做能源生存系统太空衫，也搁伫月球表面行的探测舱外活动服装。太空衫工程师亲身穿着红色、白色、蓝色3色活动服装。这款太空衫伫腰、手也搁骹部拢重新设计，活动的时阵会更加沙粒。另外，伊也有延展性，袂有寸笑危害问题。3月 NASA 临时取消史上头一摆全女性的太空漫步任务，因为适合女太空人所穿的 M 号的太空衫，敢若剩一领。不过，这阵这种的情形袂阁再来发生咯。Mobility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The fact that these bearings kind of go in gives you that great shoulder mobility that you saw.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things where we're doing geology tests. If you need to pick up a rock, if you're examining something, if you're planting a scientific instrument, you need that upper torso mobility. In addition, we can walk around in it, and this is pretty important. 另外，一项创新的设计是，这款太空衫具有无限制吸收利用化碳的能力。利用化碳是喘气时阵的副产物，含量伤细，造成中毒反应。NASA 的阿提米斯计划要在2024年将太空人送上月球南极，利用2009年发现的水甲冰，一方面用来维持生命，另外一方面改分解为氢甲氧，真做火箭推进剂。NASA 将重回月球计划看作是2030年登上火星的试验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早起甲暗时温度会差真济，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到东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大阵雨发生。在北部、东部、东南部以及到偏湖马祖，有可能会有阵雨发生。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1度到2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0度到29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中国看鸟禽的详细影。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日时间咱再会。